到恰恰呢，上海的很恰差，俺年呢，阿卡普的草木嘛，哎呀，你们爸妈就上海的很家米都不愁阿用拍个烂你呀，俺那3年里，你看，我还想个人和喊你出乡，怕就你家雷达上老爸陪老汉那，怕就成为会拉那普西普白家呢，莫得你老母俺，俺那头俺呢，老爸白家为阿操就那跑圈呢拉雷达上个就老伯伯忙抢好，老伯多切，老伯个就被抢，吃个吃，俺年莫俺。永康，我还想个人喝下，怕在铺那地户提交老母海，怕在茶碗街老伯去老母俺。河部老母海那老伯上开或老伯开来年高呢我。老的那个老伯常开写好多啊，他讲呢，老伯啥，抢啊啥，借常或上开啥，那这个拉他呢么哈，老母看那老伯伯妈的老那个娘呢了的，啊他们弄就那我们拍家东呢草木抢木啊，老伯切海的。他跑几嘛就拿老伯2节在你的要门好吃呢，要下口头怕在老伯吃多啊，后跑老伯啊陪比莫在嘞，他讲那越野摩托车切害怕大呢，越野摩托车就在亲啊那老伯个脚被脚那切哦，好在就要下比好痛啊，用他们胡了。个人去下那老伯伯妈的位呢，老伯开题目，老伯上开题目哦。那侬啥老伯伯妈开题目都来确实中大门呢，怕啥老伯开题了个看下当老要门么啊？你叫怕着茶碗街老伯陪老伯开头那老伯开题目呢，铺的题目上开题拉呢，铺着个开比面在拉面的呢啊。
永波啥个的行家咪都不愁阿勇和个个那这样一牛，马草毛跳他脚的，马枪毛跳他个的，阿的马卡不怕不追么啦。